好，想問下咧，呢個一二階咧，你覺得你自己最大嘅收穫係乜嘢咧？最大嘅收穫就係好似發現咗自己內心嘅力量。我覺得同埋俾你清楚咁樣睇到乜嘢係對你嚟講最重要嘅。你自己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你自己想成一個點樣嘅人，然後好好把握機會去慢慢去一步一步去行出你自己嘅路咯。咁如果要你用好簡短啦，形容你最享受嘅部分係邊部分呢？如果話最享受嘅部分就係當你見到你自己嘅力量嘅嗰部分，你原來嗰啲力量一直都喺你心入面，但係原來一直都唔相信，唔去選擇相信。而呢一個課程就係用唔同嘅方法或者用唔同嘅機會去話俾你知你自己真正嘅力量喺邊度。咁你會唔會推薦你身邊嘅人即係嚟上呢一個課程？我已經推薦咗我老公同埋我老公嘅爸爸媽媽去參加。